好，就係小林教室嘅影視教室，我哋同樣講返我哋第一部嘅作品內幕。今日講嘅係第7點，污點證人古先生。大家記得方中信俾人懟冧咗之後，佢剩返一個助手，就做咗嗰個慈善機構嘅主席。郭富城呢就要求佢做污點證人，終於有一日呢，古先生就打電話俾郭富城，就願意轉做污點證人。情節似乎又可以講得通，又唔係話完全冇道理嘅。不過記唔記得佢約郭富城去邊個地方啊？嗱，呢個就係問題所在啦。古先生佢約郭富城係去洗黑錢集團收藏毒品，大量毒品嘅倉庫。我唔知點解佢要咁做。其實如果佢肯做污點證人，好簡單啫嘛。佢驚報方中信俾人懟冧嘅後塵，簡單嚟講，即刻求警協助，要求警方介入保護呢個證人。但係佢偏偏乜嘢都唔做，請佢去到毒品貨倉見面。其實呢個冇可能。我喺度諗緊，其實佢係真心想做污點證人啦，定假意想做污點證人？我曾經懷疑編劇咧就本來咧係想咧編排佢係詐帝想約郭富城去貨倉嗰度講數，話做污點證人，但係實際上都想懟冧佢，殺人滅口嘅。但我諗下，似乎又唔通嘅喎個情理。如果郭富城帶埋吳鎮宇，帶埋成班警察去，咁點啊？啱唔啱？咁後來郭富城就真係去到毒品倉庫，呢個古先生已經俾人綁住，似乎已經咧曾經俾人咧毒打過，係折磨過嘅。呢度咧真係講嚟講去，搞嚟搞去都搞唔通啦嚇。咁跟住郭富城去到之後，就有一班殺手，好似大概有3個咁樣嘅，係等佢嘅。嗱，其實就呢個情理咧係非常之係反駁嘅。毒販最重要嘅就係毒品。如果毒品嘅貨倉俾人知道咗咧，其實呢一個咧係非常咧係大吃一驚嘅事情嘅。要轉移啲毒品要走噶啦嘛。3個殺手仲要等下郭富城嚟，就想做低佢。佢哋係咪可以肯定佢會單人匹馬嚟，唔會帶埋差人啊？咁結果佢咪帶埋吳鎮宇嚟咯。咁喺成場裏邊咧，其實點解古先生要約佢嘅毒品貨倉係真定係假？係真係假都好大反駁嘅情況。咁點解要作出呢啲安排咧？其實諗嚟諗去咧，有好多嘢係諗唔通嘅。咁到最後咧，就郭富城表面上單人匹馬，吳鎮宇喺出邊等佢，結果就同啲殺手喺入邊貨倉展開一場生死鬥。但係背後違反情理、違反邏輯嘅地方，實在多到糾纏不清。第8點，貨倉裏邊空氣中嘅塵粉，我相信所指嘅就係毒品。喺打鬥嘅期間呢，啲毒品咧可能咧就係搞到成個貨倉都亂晒嚇，咁就喺啲空氣中度漂浮漂移。咁咧最後咧就喺吳鎮宇即係開槍咁跟住引致喺空氣中嘅塵粉咧就爆炸。嗰個爆炸威力咧似乎係幾大嘅喎，曾經有個場面好似係一個爆炸嘅場面，仲有嗰個殺手咧因此咧而遭到咧焚身好似即係睇落去就已經係即係活活咁燒死啦咁其他嗰2個殺手我相信都不能幸免啊。咁跟住下一個鏡頭咧又好似好奇怪啦，就影啲即係著晒啲嗰啲化學嗰啲咁嘅裝備嘅人員啦，我相信即係警察啦、毒品調查科嘅人啦。又喺現場咧，又發現大量嘅毒品嘅。咁其實咁啲毒品係全部係爆炸嘅時候毀滅咗定抑或係其實又根本嗰個係好少嘅爆炸，啲毒品咧安然無恙咧？咁有時唔好玩到咁大啊嘛，搞到好似成個貨倉都爆，成個殺手都好似成個燒埋咁。咁跟住第二個鏡頭咧，又好似個貨倉咧，好似咧絲毫無損咁，又發現大量嘅毒品。喺情節上嘅安排咧，似乎都係違反情理同埋邏輯嘅。不過更重要嘅就係，就算你揾到貨倉仍然有毒品，咁針對賈先生同埋嗰位日本嘅黑幫老大野口先生，有啲咩嘅證據剩返啊？第9點，酒店拉人，豪宅拉人，似乎好多香港嘅電影呢，
少不免就有啲雷聲大，最後就雨點小嘅情節出現嘅。去到最後咧，嗰位日本嘅黑幫嘅野口先生咧，差人撳一撳鐘，好似喺個酒店嗰間房間，好似唔知啱啱洗完頭、沖完涼行出嚟，開門就俾人簡簡單單咁拉咗。嗰位講到好似有通天本領咧，嗰位方中信主席嘅幕後老闆賈先生咧，又喺個豪宅嗰度俾人撳一撳鐘，咁啊入去就隨時準備好似束手就擒咁嘅情節，令我想起咧另外一部電影就係誤判。誤判又係嘅，就講緊黑幫啊、販毒集團啊、呂良偉啊、鄭浩南。呂良偉咧又係隻手遮天嘅，到最後就簡簡單單又係俾人撳鐘，佢又好似又係啱啱唔知沖完涼啊，啱啱行出嚟啊，喺個沖涼房啊，咁即係類似咁嘅情節就俾人拉咗啦。簡簡單單一個錯愕嘅表情係俾人拉咗。今次我覺得仲離譜嘅地方就係話咧，其實大家都知道電影內幕裏邊所有關鍵性嘅證人任達華、方中信、古先生呢位助手幾個殺手，全部都一一喪命，全部都已經唔喺度啦。就算你喺貨倉揾到大量毒品，你嘅證據何來指證賈先生？證據何來指證呢位日本黑幫野口先生呢？我都唔知，全部要靠觀眾自己諗。第10點，你有冇做過？大家記得電影內幕最後一場就講緊好有良心道德，好似我咁啊，好有良心道德嘅大律師郭富城就同一個客人，我相信係被告人啦，大家佢就煞有介事咁向客人講，而家要簽一份嘅保密協議嚇，保密協議嘅內容咧就唔可以對外宣佈，如果唔係就要賠償損失嘅。咁跟住佢就問你有冇做過？其實好簡單，我相信電影就係想交代呢位大律師咧就係個好計較，佢代表嘅被告人究竟有冇真係犯罪，定係想利用佢過橋？好似一開場就有個富二代利用佢打甩咗一個嘅強姦罪名咁。咁所以咧佢就話啦，用一個嘅保密協議，但係其實喺法律上咧呢個係不可能嘅。呢度要講講法律喎，我哋成日講情理邏輯，法咧嗱呢度就係法律。嗱喺法律上咧，律師、大律師同埋代表緊嘅刑事罪行嘅被告人，佢哋其實基本上咧，就算冇任何嘅保密協議咧，佢哋都有一份係叫做 legal professional privilege 法律專業特權，叫做 LPP 嘅一份嘅保密協議嘅。其實呢個保密協議係保障被告人，唔係保障律師同大律師嘅喎，因為要鼓勵被告人如實交代、和盤交代，向律師坦白、向大律師坦白，講出有關罪行佢牽涉嘅係乜嘢嘅地方。咁所以咧，律師同大律師聽咗之後咧，冇佢嘅同意咧，係唔可以對外向第三者係發放嘅。咁郭富城用一份叫做保密協議，我哋英文叫做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叫做NDA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或者叫做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用一個咁樣嘅保密協議去強迫自己嘅被告人去講佢有冇做過，喺現實生活之中，喺香港嘅法律上係不可能嘅。第11點，妨礙司法公正。咁啊，妨礙司法公正咧，而家我哋就時間要倒流少少，又睇翻去呢部電影嘅開頭啦。頭先講完結尾，而家又去翻去前邊，令我更加要覺得有需要補充一下嘅。開場嘅時候，我哋見到郭富城翻去佢嘅大律師嘅事務所，發現有2個人喺度做緊嘢，可能覺得佢哋鬼鬼祟祟。經過佢嘅觀察，佢又覺得一睇就知道2個係差人嚟嘅。咁所以咧，佢就跟住佢2個後來離開個事務所，走到後巷又見到吳鎮宇。吳鎮宇原來佢哋嘅阿頭係一個警探嚟嘅。跟住佢就問：你哋班差人入嚟我哋嘅大律師事務所睇我哋啲文件，有冇搜查令啊？咁結果當然係冇啦。咁啊跟住咧，我記得啊，大家都要幫我睇一睇。我記得啫，我睇過電影1次。佢好似講到就話佢哋咧就係妨礙司法公正。
但其實妨礙司法公正就唔係咁樣用法嘅。不過不管怎樣都好，其實咧警隊咧今時今日咧文明之師咧就唔會用一啲咁樣嘅非法嘅手段走入去律師樓。其實警隊如果要調查罪案，最常用嘅就用臥底。不過臥底通常係滲入犯罪組織，就唔會派個臥底咧走入去律師樓嘅。記唔記得我頭先第10點講過啲乜嘢啊？有一個叫做 Legal Professional Privilege（LPP）， 嗰個叫做法律專業特權。任何律師樓嘅文件都有機會係受到 LPP 嘅保障嘅，所以叫兩個差人呢，就好似微服出巡咁滲入咗個大律師嘅事務所睇嗰啲文件呢。呢個係一個匪夷所思嘅做法。如果揭發咗呢3個差人，包括吳鎮宇呢個阿頭，我相信佢會隨時都會有一個面對一個非常嚴重嘅紀律處分，或者甚至乎會干犯咗非法搜證啊，喺冇搜查令之下去做一啲嘅唔合規矩嘅事情啊。我相信嗰個嘅後果係會不堪設想嘅。呢個係違反咗常理，甚至乎係一個相當違法啊、違反邏輯嘅一個嘅故事編排嚟嘅。第12點又係講緊妨礙司法公正。將來喺小林教室嘅法律教室，透過教育再同大家分享多啲乜嘢叫做妨礙司法公正。不過其實喺內幕嘅電影裏邊呢，計埋呢一次咧，應該係有2次妨礙司法公正嘅對白出現嘅。大家記唔記得郭富城喺金三角翻嚟香港嘅時候，突然間俾差人拉喎，拉佢乜嘢啊？拉佢話佢妨礙司法公正。其實我都一頭霧水，無端端好似特登要做到佢為被人拉而拉嘅。佢點樣妨礙司法公正呢？就聽講咧就話，由於咧佢就幫嗰個富二代一開場嗰個富二代打甩咗強姦罪，咁嗰個女事主咧就受到委屈自殺，佢阿爸又自殺。咁後來咧咁就好似話個富二代咧就終日咧疑神疑鬼，好似話見到鬼自言自語，咁跟住就走去差館報，話郭富城咧就教佢俾假口供，所以差人就拉佢妨礙司法公正。我覺得呢一場就夾硬做出嚟嘅。第一，有良心道德嘅郭富城又點會教佢俾假口供去妨礙司法公正呢？第二，一開場呢個富二代咧，你睇見佢嗰啲咁嘅態度啊！嗰個嘅即係完全唔討好嘅態度，即係好似打甩咗嗰個強姦罪，仲好似好得戚啊，洋洋自得咁喺個法院門外馬大壯，以後我哋公司嘅嘢全部交晒俾你做啊！完全咧你睇唔到咧，佢有一啲嘅同情心嘅咁啊，郭富城就好嬲，就話唔想再俾人利用啊！郭富城嘅反應大概嘅態度就係咁。第一，你故事編排呢個富二代好似完全都冇乜同情心嘅，玩完一個又一個，係咪先？即係強姦又好，半推半就又好，似乎佢都冇乜同理心、同情心。咁啊，突然間又話佢疑神疑鬼啊！個女事主同個父親自殺之後咧，佢哋成日好似見到鬼就走去報案，話郭富城話佢教佢俾假口供，完全係不合情理嘅。第一，富二代嗰個性格不合；第二，郭富城亦都冇理由去教人俾假口供啊，所以我覺得就好牽強，就特登安排佢俾人拉，就安排佢就韞咗喺個差館裏邊，跟住佢話要保釋，個差人仲講一句，另外有啲少少吃驚啊！佢話妨礙司法嘅罪名咧就唔可以自簽保釋嘅，我都唔知呢句説話從何説起，有咁嘅法律嘅規定嘅咩？終於就又要由咧嗰個太子女，即係姜大衛個女啊，即係同佢拍緊拖咧，嚟到差館去保釋佢，全部都好似非常刻意夾硬做出嚟嘅。妨礙司法公正又點可以話唔可以保釋？就夾硬要安排個女嚟保釋佢外出，安排佢哋喺差館出邊又傾下偈，又講下啲心事，夾硬嚟，違反常理、法律常識同埋邏輯。第13點，律師樓，記唔記得姜大衛係飾演乜嘢啊？佢係一個資深大律師，我哋稱為 Senior Counsel。姜大衛自稱自己嗰個工作地點
我哋嘅律師樓呢度嘅律師樓，佢用律師樓呢個字嘅，其實呢個係絕不可能嘅。大律師嘅事務所，我哋英語係叫做 chambers，chambers，chambers 一定係㗎啦。咁中文咧就冇一個統一嘅稱呼嘅，通常我哋係喜歡講大律師事務所。我哋唔係律師樓，亦都唔係律師行。律師樓同律師行咧就係一般嘅事務律師。所以資深大律師姜大衛話自己嗰個地方係一個律師樓咧，呢個係需要更正嘅。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 ，Chambers 大律師事務所通常佢嗰個嘅設計啊、佈置啊係比較典雅啲，係比較英式傳統啲嘅。律師樓咧就比較接近一啲商業機構嘅辦公室，但係有啲律師樓咧都好有品味、好有規模嘅。仲有橫睇掂睇喺電影中嘅郭富城，多少都係俾人感覺係有一啲知名度同埋有啲成就嘅。佢返到去呢間大律師嘅事務所工作嗰個位置同埋地方咧，就好似一個職員同埋一個小職員咁嘅。咁所以咧呢啲等等咧，所有嘅問題咧喺情理上都應該要注意一下，係可以有大大改善嘅空間嘅。嗱，第一部作品內幕，我睇咗一次所觀察嘅大概係以上嘅13點。下一次我會再選擇另外一套新嘅電影作品，同你哋分享一下佢嘅情理法同埋邏輯。